18、15到啊，就入秋啊，咱种大家拢开始食羊肉咯。咱的羊肉咯是稳步尔，咱拢腌落吼，无掺当归，无掺咱腌落安尼来按煮的安来食安尼咧，袂歹。因为咱羊肉拢个计算过，咱拢用到1起2起的，可拢当几个款羊肉。所以迄羊头啊嘛是很嫩很好吃，安尼吼，大家吼，像个有一个五花肉，五花肉是咱倒加一块仔尔，迄无介济，所以早就拢卖完啦，安尼，五花肉做好食，大家来参考看啊，谢谢。迄种咱改装洋葱酥，壁油改洋怎油的哦这手工面线咱有搁吹过面线。阮一般咱咧羊油是用怎油的，毋是人裹迄羊肉汤内底油起来用。咱正讲来讲搅羊油咧食，安尼咧过温过支气管。炒油麻油羊肝这是咱用迄款咱本身羊啊，上水的羊肝落去炒，炒麻油姜片。按炒起来对咱人的身体真好啦，可以养颜美容，真好食，上重要嘛真好食。阮遮上好食上传统的羊肉冻仔米糕，迄是手工一块一块落去做，家手工切羊肉的浸羊肉拢无搁欠啥物芳毋是讲先煮互熟，阮是讲青米青肉。落去吹，一块一块吹。正讲来讲，人古早味的冻仔米糕，食出来迄米一粒一粒拢有看到。迄米粉是用咱台湾西犁米的做米爱半冬以上的迄旧米。我是经过遮看遮，敢若袂歹，落来食看卖啊，刚才有够好食。我敢若做一碗袂枵，结果食无够，再过第二碗。来，是真正你我台北个。我台北来。咧羊肉米糕好食，羊头肉汤，肉有够 Q 的，有够好食。气味真好，赞。